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请出海外越剧王派的传承人邬素菲女士老师为我们带来越剧表演《虞美人》，一句话胜过千万言，有请。
本领呢，把这么长时间沉淀的越剧深厚的功底理解呈现给我们现场的观众，我们的观众真的是有眼福有耳福的。在这里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在场的观众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好好爱。